阿哥你好，刘老板，又要跟你买这个羊肉炉的药材，对啊，是当归、乐地，当归怎讲呢？熟地，熟地，桂角、甘草、枸杞、沙姜、大茴。是，对，没错哦。好，这些比例也是老板挑吗？爸爸头发有留下来，约打内啦。记得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种，好高。在文献期讲，在现当多故事就讲出来有关羊肉对人体的好处。老羊肉算作是补营养、热血气的食物，用无营养的药膳老羊肉搭配来煲，又做到无营养的食补效果。还要准备好些，继续听听泰哥来你买羊排。等下来做羊肉煲。羊肉煲係冇？係啊，羊肉煲。好，今日我要做咧。好。先中要點樣嚟講嘛？哦。講埋拿來切。按泰國咯。係啊。按用去煲係冇？冚嘅就做得咧，講埋用得喂。過來呢，過來做甘渣，你看你冇是味精咩？用要天然嘅，落去煲，做嘅嘅甜分，較甘啦。啊，特別都做嘅。做嘅客家嘅風肉加下，咁樣甘渣落去，試嘅天然嘅甜味，各位看唔看啊？係啊，落去看唔看啊？米絲上會照出來。下一步我們做嚟炒呀。用牙嘅，老啲啊，姜下炒。先用姜麻煸煸嘅，煸好嚟講，煸好嘅然之後嚟炒，就用黑麻油啊，胡麻油炒姜嚟講，你用開一炒。麻油老姜麻就用嚟跟它比喻的，志明跟春嬌嘛，一輩子不能分開，絕配。單獨一個就沒有那效果。對不對？係啊。都得要煸幾久嘅咧？睇啲嘢比學嘅嗨啊。學嘅嗨最好。差唔多3-4分鐘嘅。都得要出料理它的精華，有什麼是不可複製的？一套料理吼，而家冇乜個當反炸嘅刀工啊，一條乜火候控制啊，它最重要就請你加個藥材啊。哦。藥材嘅配方吼，關係到好不好吃。泰哥，哎呦，感動的 ，OK 了啦，太上火了。當然藥材也不用趕湊啊。你們做廚師一定要這樣做嗎？沒有，這是自然現象。哦，比酒精揮發掉，等下就我們吃掉哈。是啦。你要煮幾久哎？你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冰豆腐，地豆腐，旁邊凍豆腐，高麗菜，用下落去。係啊。好啦，好戲在後頭。經過複雜嘅工序過後，老表炒過嘅羊肉還有配料、香藥材、米酒，用下冰到3溫度去燉。泰哥講，一鍋羊肉煲至少要2點鐘客家嘅時間細煲來燉，到藥膳嘅精華完全融入，將做得香酥甘甜又濃嘅煲湯米絲哦。杜師傅，做暗號嘅天時地度啊，食下嘅羊肉一天都做得對身體都好哈。係啊，當然係啊。寒天來身體也好。而且啊，人家嘅羊肉煲已經煲咗2點鐘誒。哇！老婆一天時啊，用冷少少嘅，就來先嚟補一下了。好啊。又嘅湯係用哦。帶皮較好係嘛？點解買個中藥嘅藥材當好啊？全部都較上等級嘅。來補一下。來。雖然你看有已經補當到誒，也嘅啊吼，香藥材嘅比例調來當好。係啊。米絲食材相應。也已經用當多年啦，然後又鑑定過嘅。而且啊，都要同地度，食嚟到嗰種羊肉它特別的鮮味，唔過呢，食唔出羊嘅壽面。好吃哦！佢肉質同嘅配嘅中藥嘅米當乾米啊。真嘅。係啊。而且啊，佢嘅羊肉真嘅一些壽面都冇。知道講食下嘅羊肉啊，小嫩。有一些嗰種香藥材嘅香氣，係啊，而且經過時間經過，變出一煲啊係羊肉嘅精白，真的，而且保證冇用壽面哦。